兄姐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114首，伊是日记救主受死。你是日记救主受死，伊救恩帮咱来赞美，世人地少看做大家，反等咱看世间顺海。你是日记斩条所写，心嘛看明上帝是定，受着查定担当咱做自由人民喜乐全对。世界将咱做恶独立，受伤心灵得着医治，忧闷正做愿望欢喜，苦悲变做梦里情甜。小大心灵得着勇气，软弱的手交战胜利，甲咱负起云梦行行，阳光照咱林中免惊。世界罪恶依然苦痛，证明上帝叫伊定人，罪人对这得着相比，比赛赢这恶乐人生。咱昨伫以西结书的第12章的下半段，看见上帝伊所讲的这个信息，就是除了上帝伊的话的确要成就，还有上帝伊的话所要带来的审判，无要延迟。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13章，也是这信息的第3个，是这个虚假的白贼的异象，甲这虚假白贼的预言，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受到上帝的攻击。咱做伙来看今日以西结书的第13章第1节。上主对我讲：人子，你着责备以色列遐个照家己的意思讲预言的先知，甲因讲，着听上主的话。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愚妄的先知惨啊！因无看见什么异象，敢若照家己的意思编造预言。以色列人啊，恁的先知甲住伫荒废的所在的狐狸相款，城墙会破裂，伊无去补，无修建。直到伫上主的日，拄着战争的时，以色列无法度徛在。因的异象是假的，因的预言是白贼。因讲这是上主讲的，其实我上主无差派因，因竟然伫期待遐个话实现。我甲因讲，恁看见的异象减毋是假，恁讲的预言减毋是白贼，恁竟然讲这是上主讲的，其实我无甲恁讲什么。伫以西结先知的时，随梦受掠来到伫巴比伦的即个加巴洛的河边，总是伫耶路撒冷也有真侪期待，真侪遮个百姓伫期待上帝的拯救。不管是伫耶路撒冷遮的人，还是伫巴比伦遮个受掠以色列人，因也未
真明白超找上帝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伫即个中间，原来有遮个假先知出来讲上帝已经无阁受气，上帝要来拯救。同款同时代，同款的记载，咱会当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23章，这段就咧讲到遮个假先知，上帝对假先知的警告。耶利米书23章的第9节，一直到33节，遮咧讲到遮假先知因安怎样，互遮个百姓亲像啉酒醉共款，去互遮骗造的语言，也是遮个毋是上帝所讲的，来传遮假的消息，遮个假信息、假的平安、遮假的盼望，互遮个人民做错误的判断，直到因想讲上帝无阁生气，因嘛无伫上帝的面前好好认真来忏悔，好好认真来警醒甲悔改。所以耶利米形容遮个先知是偷上帝的话，亲像对厝边偷摕物件共款。然后因阁用遮面梦汉民假的梦，甲假的梦当作是真的，就讲互大家来听。所以直到因错误来使用上帝的话，来懒散称呼上帝的名，直到互上帝搁较受气。所以因真正是罪上加罪，已经做毋对啊！即马伫病急乱投医请鬼拿药单，所以因真正拄着遮个歹物啊！除了耶利米书23章，耶利米书的第27章、28章，甚至阁有即个故事。即个故事，咱若照时间对起来，就拄拄是先知以西结在写即个伊写即本册，伊即马看到即个异象，对第8章第2摆看到即个上帝应验的即个异象，所看到是共款4个画面，然后以上帝的神来甲因提醒。即个耶利米书27章、28章就讲到耶利米，上帝爱耶利米，共款搬一个行动剧。即个行动剧就是做一个木叉做的即个担，来担伫伊的肩胛头，然后就爱去王遐。去遮个人民遐讲，恁就是爱亲像安尼去互掠去。总是呢，即个王看到非常的生气。中间阁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伊就将耶利米身躯所派的即个担，甲伊踹断，然后甲讲，上帝毋是安尼讲的，上帝是讲2年以来，上帝要对列国。即个新将将巴比伦王伊所担伫大人身躯的担要甲伊踹断所以伊来宣布过2年，即个巴比伦即个帝国就要倒台伊就要受毁灭。然后真正搁伫即个耶利米书的27章所以就看到遮个其他有5个国家就来甲西底家王要来合作，来引诱伊来背叛即个巴比伦王，结果这真正变做一个陷阱所以咱看耶利米书27章、28章这假先知真正是非常的猖狂有可能是伫耶路撒冷。有可能是伫巴比伦但是咱对耶利米书看到伫耶路撒冷，遮假先知继续伫国中伫王的面前继续咧扰乱，因讲毋是上帝讲的话，甲当作是上帝讲的结果其实是白插，是魔鬼，是欺骗，真正罪愈犯愈重，愈陷愈深。第8节，所以至高的上主安尼讲，因为恁的语言是虚假，恁的异象是幻想。我要甲恁做对，我要伸手攻击遐个编造虚假的异象，甲讲白贼的语言的先知，因袂用得参加我主民的聚会，袂用得登记伫以色列家的名册，嘛袂用得登去以色列地。安尼恁就知我是至高的上主。第10节，因甲我的主民带迷路，
伫无平安的时讲平安，亲像去抢壁的时，甲因甲壁抹白火。你着甲遐个抹白火的人讲，会有狂风暴雨甲大冰雹，甲墙拍倒，墙倒坏了后，人要问恁安尼抹有啥路用？先知以西结伊除了来传这的信息，然后伊嘛清楚来讲出，这传假先知假的消息的这假先知因爱受的刑罚。头一个就是因袂当伫上帝的聚会中间，就是上帝无欢迎这假先知来敬拜上帝，然后袂当将伊的名含放伫即个以色列的名簿的顶悬，伊上帝无承认因是上帝的子民，意思嘛是讲，要对即个性命簿或生命册上，甲伊摕刷走。第三，嘛袂当登到伫以色列地。袂当进入迄个老尼甲密的地，即个地毋是只有耶路撒冷即个所在，是天顶，所以这代表至少有三层上帝的审判。伊袂当敬拜，袂当亲君主，名无记载伫簿仔顶，然后甚至骹嘛袂当踏入去，即个迦南地。所以因用这个白插，亲像一个墙，就明明要倒啊，内底已经凹去烂去。但是伫外口抹即个白火，互即个壁看起来敢新诶，哇，拄起好共款，其实连伊就要倒落去。第13节，所以至悬诶上主安尼讲，我要发大受气，用狂风暴雨甲大冰雹拍倒即个墙，我要拆毁恁抹白火诶墙，拆甲平，露出地基，墙要倒坏。恁要死伫城内，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我要对墙甲墙抹白火的人发大受气。我要甲因讲，墙甲抹白火的人拢乌有去啊！遐个伫无平安的时，甲耶路撒冷保证平安的先知，拢无去啦。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拄则咱所看去耶利米书第27章、28章，即个先知哈拿尼亚，伊安尼来踹断耶利米心上所派即个大的时阵，伊佫讲上帝2年以后就要互巴比伦即个国家毁灭。结果即个代志还未成就，耶利米先对哈拿尼亚讲。上帝讲，看，我要甲你对地面来除去，今年你就要死，因为你甲上帝讲背吉的话。所以伫迄年的7月，即个先知哈拿尼亚就死啊。所以这个代志，结果个先知伊的即个刑罚搁较紧，搁较惨。是共款伫即个列王记下卷22章，嘛有即个米该亚，这假先知，拢做共款的代志。因有通过遮讲这假消息，因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好处呢？咱继续来看17节，上主讲，恁主，你着当面责备遐个照家己的意思讲语言的查某人，甲因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恁遮的查某人惨啊！恁甲人的手骨把虎啊大，互因带白蛇的头巾，想要控制人的性命。减讲恁想要控制我主民的生死，来求家己的利益。恁为着几把大麦、几块饼，伫我主民的面前摔倒我，无应该死的，恁甲因抬死；该死的，恁留伊的性命。恁遐个无爱听真实话的子民讲白插。这个假先知，其实因所得到的，就是这会当换来巴肚的食物。因为着要得到好处，为着要得到钱财，为着会当来顾家己的巴肚，因选用这人爱听的话，子民爱听的话来欺骗、来使人，互人陷落伫更较大的危险中间。所以不管是骗婚、骗钱、骗色、骗感情，这个假先知就是一个骗子，就是专门讲欺骗。
其实就是咧得到家己的好处。上帝无讲的，应该当做上帝的话安尼来欺骗别人。伫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18节、19节，就是保罗嘛安尼写互腓立比教会。真侪人的惊大是基督是日家的救赎。保罗讲：我逐摆几啊摆甲恁讲，即马佫流目屎甲恁苦劝。因遮的人的结局就是沉沦，因的上帝就是家己的巴肚，因掠家己的见笑做引根，专门掠对上的事做意念，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假的先知无看见天顶的代志，先知以西结伊是看见天顶的异象，所以伊毋是为着顾家己的巴肚，毋是来图谋家己的事，伊是伫看见上帝荣耀甲因根，看见死的活物安怎样，甲即个囡仔安怎样来叮当，安怎样来传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信息。但是假先知为着是要讲互人爱听的，讲互人爱听就欢喜，伊就岛内，伊就摕钱，伊就送物件，然后因遮的假先知就会当来巴祝，这是一个欺骗。20节，所以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恁着知我痛恨恁引来操纵人性命的斧仔大，我要拔恁手骨顶面的斧仔大，解救互恁控制的人，偷放遐个亲像鸟仔，互恁掠去的人，我要拆离恁白蛇的头筋，解救我的子民，互因无阁受恁控制，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我毋捌互义人伤心，毋过恁讲白賊互因的心艰苦，恁鼓励邪恶的人，无互因悔改离开歹路来保全因的性命，所以恁袂阁看虚假异象，袂阁讲白賊的预言。我要解救我的子民脱离恁的手，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伫13章的最后一段，上帝伊讲清楚，已经怨恨遮的控制、操纵、将别人的性命的人，将人的性命当作玩弄在自己的手中。其实每一个性命拢是上帝所看重、上帝所创造，甚至是上帝要来拯救的性命。但是遮的假先知将这个篡改生死簿无应该死的，煞互伊听到白贼来死；应该死的，煞因为听到白贼，所以煞无来死。所以因得来操纵遮的性命，颠倒，互遮的上帝更较生气，后壁的刑罚更较重。所以上帝讲，遮的假先知，上帝伊要来处罚因。上帝要伫因的心中来显出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将遮个伫以色列人民中间，还有各有伫即个遮个犹大遮个民众的中间，遮讲虚假异象、虚假的消息，遮个假先知，上帝拢免甲伊消除，或者以色列百姓的因的心会当清气。所以等到第11章，上帝讲，伊要互新的人藏伫即群人的内面，除去因肉体中间迄个石头的心，想做因是肉做的心。其实这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互因会当查验去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等人会当去掠基督的心做心，等人会当去敲吹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上帝的神在做工，是上帝现身伫咱的内面，将咱内面迄个石头刷走，将迄个白贼欺骗来刷走。今日的经句是13章24节，上帝讲，所以恁袂阁看虚假的异象，袂阁讲白贼的预言，我要解救我的子民脱离恁的手，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上帝伊要保护咱，所以伊差遣圣神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神，
真理的神要因来时要带咱进入甲明白一切的真理，无搁受欺骗，无搁互人来洗扫，无搁互人互假的先知的话来敲将性命，使咱会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来得到真正的性命，听到真正的道理，来真实的来回应上帝。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就是这假的平安甲上帝的平安，真正是完全的倒摆。人想讲伊得到真正的平安，结果是假的。人想讲害啊，即马真惨啊，代志大条，结果上帝煞要将大平安来享受伫后面。所以咱的人生、咱的一生、咱的环境，无需要因为一时外面的环境，咱就乱糟糟，咱的心就无平安，咱颠倒着爱心头了定。所以咱就爱讲上帝欢喜的话，毋通讲得罪上帝的话。照五种得罪上帝的话，头一个就是白插，第二个就是八卦，就是还未证实，还未去了解，然后咱就开始讲互别人听的八卦。第三，埋怨的话，出埃及遮的百姓上后。第四，亵渎上帝的话，对上帝无信心，对上帝看轻，然后无互人驳倒，才会谤读上帝的话。第五就是懒散亲上帝的名，才的话，咱拢着爱来禁止，嘛爱来停止，着爱讲上帝所欢喜的安慰、造就、劝勉，才会话对人有利益。今日来代志，就是咱会当来提醒咱。耶稣伫山顶的部分，马太福音第5章37节安尼讲：恁讲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其他加讲的是对邪恶者出来的。咱就爱将耶稣即句话好好记伫心内底。应该讲是，咱就毋通去讲毋是；应该讲毋是，咱就毋通去讲是。咱就爱好好掠调，会当用出伫听心来讲实在话，比出伫歹伊的白插，实在是更较好。今日是9月19号，伫1957年，美国伫内瓦达会对下250公尺来学历史上头一届地下的核实验核实验，即个步骤。2020年5年前，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礼拜是伫真理大学来举行，是用长老教会的即个个别礼拜来举行。去年2024年的9月19号，这个大谷翔平，伊成做美国职棒大联盟头一个伫单季内面拿到50支全垒打甲50次盗垒的球员啦，破真在美国棒球的纪录，这拢是值得咱会当来来搁一摆来记得这个代志。今仔日的祈祷是，咱爱通过今日的圣经节，咱就爱来敬信，特别是申命记第5章11节，毋通懒散亲耶和华你上帝名，因为懒散亲耶和华上帝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届讲到上帝名的时阵，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咱讲到耶稣做一个耶稣的核心门徒，互咱所讲的话是有气力的、影响力的，是会当来互迄个无可能的变做可能。但是毋是讲白插，是出伫上帝伊的旨意，出伫上帝伊的感动甲伊的作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你，通过今日以西结的记载，甲耶利米先知的记载，互阮看到，阮每一个时代拢有遮假先知来传错误的信息。主啊，求你教导阮，就来分辨真理的声。信心保惠师教导阮来听上帝你的话。你是牧者，阮是羊群，求你互阮当认得你的声，也互阮会当来顺服你的话。照你的旨意，行你的欢喜的道路，
愿上帝帮赞，愿咱的恳求甲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214首，上帝慈悲无穷无尽。上帝慈悲无穷无尽，阮求是阮护我，天边明之大人民，在笑容中做我。我真假心甲地是心内有阮反悔，逐项有话自细清气，写我已真无罪。自上帝我有着罪孽，伫你面前悔叫。上帝审判实在公义，应该当恳求。父母生我性情败坏，本然有话交求，诚实的心是你所爱，恳求予我知识。求主保惠世我灵魂，较袂算世俗义。我心通听，我心不稳，求你予我欢喜。昨日我做无可责备，免受检验审判，创造心心意真清气，诚诚定心过我。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